絲和來絲都是花樣男子，老師原是個校隊的優秀種子，來絲只喜愛讀書，偏偏他倆早見晚見，每日着住同樣純白襯衣，羅曼史開場於相鄰的桌椅，不過二人不敢放肆，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，難做對好兄弟又似相愛，會說不過，茫然是大破，只有一面退開，暗裏很享受，卻怕講出來，兩眼即使移開轉開，心裏面也知。